好，大家好，再来到我哋 podcast 嘅現場吼，聽呢台老大家今日嚟分享係人工智慧嘅優缺點，韓國咧抗定嘅問題有哪度啊？比如講，像人工智慧大家都知嘛，佢有當多嘅優點，像係自動化。好，比如講，你做嘅本期嘅工作嘅流程嘗試那個寫落去過後，佢做去監測啦。比如講，你分析嘅網絡嘅流量啊，像哪度，佢做嘅自動來去做出來嘅東西。因為按呢，古數咧，佢做嘅減少當多嘅人咧做唔錯嘅事情。比如講，人會忝啊，嘅機器唔會忝啊，古數可能會做唔錯嘅當多嘅東西，佢可能唔會做唔錯。再來，佢做係去排除叫做重複。韓國當危險嘅任務，吼，你大家都做了解吼。還有佢當假要當準，吼，再來佢嘅實用性係無限制嘅。比如講，馬個世界就做嘅開放，吼，韓國做嘅硬處理，只聽佢愛做嘅事情，因為佢無像人吼，唱做嘅做8點鐘天嘛，吼，還有呢，佢做嘅加速研究來開發，因為人畢竟有限。人係肉做嘅，古時候教本咧機器、教本咧 AI 去做過後咧，佢做嘅當家就留嘅研究嘅議題，然後佢好來展現出來。第一個，自動化、自動化，人工智慧做得。自動化處理當多工作嘅流程，來談下南市演講。人工智慧做得自動化處理該多工作嘅流程。人工智慧做得自動化處理該多工作嘅流程。人工智慧可以自動化處理很多工作的流程。不過看起來當利偏，看起來當好，其實沒有缺點哦。像係講本期嘅資料庫本單就有問題，比方講，佢會有芯片嘅歧視，佢會有族群嘅偏見。佢訓練過後，你本期資料庫就有兩條問題。佢訓練出來佢要變樣版嘅機器，佢會有歧視嘛，佢會看人無啊，佢會有偏見嘛，因為按細來就樣版型，細末就樣版型，客家人一定會樣版型，好，故所有可能會變做按樣型。再來，創造力唔拉，因為佢會本人智能就會做。再來，智能有限，係乜個意思咧？就講哦，係講誒。因為佢速度嘅訓練係當標準化嘅，古時一本佢當標準，像係訓練翻譯家嚇，可能係做點試點嘅，我是圖示中咁樣嘅，特別是念到當標準。好，念客化嘅時節，客化訓練咩係啊？你要念到當章哦，比方講，你要念愛係圖示中，特別是都念到章，係講翻譯家嚇有帶點客家腔，我是圖示中。好，佢就念唔出來咧。好，古所佢無法度去辨識真件咧，佢係乜嘅？韓國 AI 佢哋下最大缺點就係佢無法度知道唔講啲句話，係講大啲段文字，你到底係代表唔係歡喜，也係甜，也係暗，也係心泡泡嘅，但係也係乜嘅？哦，當艱苦，佢無法度。韓國又有當多安全嘅問題，嚇，因為佢會俾人攻擊過後咧。佢當多嘅資料庫啲機片，像係個人嘅資料啊，像係個人嘅原始嘅相關部分，就有可能受到動態嘅損害啦。